节目还未正式开始的以前，首先为大家介绍就是今仔日5位评审先生小姐。大声要来介绍这位就是歌戏的红小生柳青小姐。继续这位就是歌戏的红牌小段王金明小姐。公主啊，这内面到底是写啥物哈？英英小姐讲，因暗要来到世上探病呀。哈，原来阮小姐原来用假重情，表面端总是假正经。若无我红娘答应，明天暗的约会是约会成。红娘小姐，千万不可啊！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是乡土歌谣擂台第3集的播出。非常感谢到所有观众朋友恁的收看。对，非常的感谢。歌戏组同款是由顶礼拜这个台北市红甲姊妹伊顺利过关，这礼拜继续接受其他朋友的挑战。客家的山歌组是由来自苗栗的刘俊明先生以及刘秀英小姐两个已经顺利通过5关。闽南语歌谣组也是同款，陈尚华小姐甲着陈国德先生，因唱歌好听，演戏逼真，继续接受朋友的挑战。以上这6位先生小姐要来继续接受到挑战。伫阮节目还未正式开始的以前，首先为大家介绍就是今仔日5位评审先生小姐。大声要来介绍这位就是歌戏的红小生柳青小姐。继续这位就是歌戏的红牌小段王金明小姐。客家山歌名作词家桂春林先生。名作词作曲家吴敏先生。名作词作曲家陈达如先生。非常感谢这5位先生小姐今仔日担任到这样只辛苦的评审工作。同款，大声咱要来进行也是歌戏的示范表演。同款，我那是由台湾电视公司的歌戏团的团员为大家示范一段《红娘传信》。记袂着英英小姐，我的病要哪会好呢？张公主啊，阮小姐讲叫我送这张药方来啦。啊，是真是的。嘿，今夜断得云雨来，今夜断得云雨来，啊哈哈哈哈！真是一贴的好药方。哎呀，红娘姐姐，我的病已经拢总好了。张公主啊。这内面到底是写啥物哈？英英小姐讲，因暗要来到世上探病呀。哈，原来阮小姐原来用假重情，表面端总是假正经。若无我红娘答应，明天暗的约会。是约会成。红娘姐姐，千万不可啊！哎呀，红娘姐姐，你就千万不可。我的不是白叮当，我红娘怎忍不帮忙？努力完成这个修士。我会大大感谢你这个大妹仔人，你实在够讲话。哦，你迄扮歌样，化妆起来非常的缘投呢。我实在看到拢盲去啦。我即摆嘛要来拜杨丽花做老师，我同款换人要来扮歌戏。哦，你若去扮歌戏吼？我相信杨团长一定让你扮迄个三匹鹰台。哦，我一定做个小生牛三匹。无喏。若无就是迄个四九啊。嘛毋是。无倒一个啦。
猫我要准。哦，你看猫足无点的呢，莫甲你讲啊啦。各位朋友，现在咱共款要来请到两队来为咱表演到这段。红娘传信。请。记袂着英英小姐，我的病尾哪会好？张公主，我的小姐叫我送这我的陪信。哦，感谢小姐，我看卖咧。今夜团结魂舞来，哎呀，今夜团结魂舞来，真是一方的好用。阿娘姐姐，阿娘姐姐，恁小姐批来有写，我的病已经好了。到底批中是写怎样？恁小姐批信伫咧讲，今夜要到西厂来探病。哈，阮小姐伊。伊假情调，要是我红娘来无答应，今夜的约会恁约袂成。小姐，你着爱相传我。红娘姐啊，你着爱相传。感谢嘉玲小姐甲着陈玉山小姐的表演。继续就是咱擂台主，由咱洪家姊妹洪淑清以及洪雅清接受挑战。请。袂着英小姐，我的病哪会好咧？公主啊，我家小姐叫我摕这封的批信要来互你。哈？今夜端的风雨来，今夜端的风雨来，真是一条的好用。红娘姐姐，我的病已经好啊。哈？这内面到底是写什么咧？恁小姐信上水，今夜要到西乡来探病。哈，阮小姐阮家来勇是假忠情啊，表面端庄来假正经。
叫袂成。阿母姐姐，你千万爱慎重，阿母姐姐。我你就是来爬这山，红阿娘总你心内唔肯拿帮忙，着你愿心，阮的冤啊有望，我会感谢恁这大妹人。哈，我一定来感谢你这个大妹人。啊，我看你是真是要学搬歌戏我若啊！是来搬成啊，阮当要互你无饭碗，要来甲你乡邻来挑战。那呢，我就接等待你的挑战。一言岁数，驷马难追啊！看分数，哎呦，是的。先看第一队的分数：40、50、60、70、80、81、82、83、84分。 84分，继续看擂台组的分数。20、30、40、50、60、70、80、81、82、83、84、85、85。 85分。哈，非常的紧张。恭喜擂台组，真正是感谢恁两位参加，同款有车马费赠送，请恁入去休息，谢谢。非常恭喜，恭喜两位，搁再以1分来险胜到咱这队的挑战队。恁两个即摆已经顺利来通过着好关哦。阮到好关有3000块的奖金，继续搁再落去就有加倍。若是经过好关到拓关，就加一倍，就等于5000块。是毋是愿意接受后礼拜的人来甲恁挑战的？愿意。愿意，好，祝福恁来，请定擂台组播出。